我告诉你了，我都不接了，抓紧等有的了。有电了，好了，马上我说了，有几种人家哦，这么急，怎么讲哦？如果这有这也是东西靠边领走，也拿那个火箭火烧，火灯火烧，你包括这个我们这还做手机。他如果让我跟产的时候，把关系等到你给一起内部里面，咱们所以啊，喺長遠工作做緊嘢，你如果等車落啲肥，我做我哋古trang抄書。早对，对了。
来的。